乡亲继续来看高雄田寮月世界热气球的嘉年华，因为风台延3届了，今仔日总算是正式来开始。一透早，民众坐热气球升空，看这个月世界的美景，讲袂输到像出国到土耳其同款，真水。热气球慢慢的升空，所来一粒对一粒的出发。 热气球愈飞愈高，游客为半空中看高雄田寮月世界欣赏恶地形的美景。很兴奋吗？看得出来。看月世界，超美的，好像到了土耳其。缩小版。 游客讲有够水，袂输是伫土耳其。高雄热气球嘉年华搁举行啊，本来是9月初2就要升空啊，因为风台影响延3天，今日正式起飞。今年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在月球公园另辟了第2飞行场，提供民众更高的视野来观看以及体验。田寮月世界热气球活动为今日起，前后有9天，分早起甲下晡2场。9月16日，热气球会刷到爱河边升空，这甲月世界恶地形无共款。爱河会互游客袂输是伫巴黎塞纳河边的感觉。观光局表示讲，虽然这个活动拢是线顶抢票，不过无抢到票的乡亲嘛唔通伤失望。逐场拢会看天气的状况，保留现场买票的名额，互游客有机会体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